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相聚在神的殿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主耶稣。这礼拜大家都过得好吗？好。这礼拜我们是不是面对许多的困难？是不是面临许多要忍耐的事情？有没有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困境？许多的悲伤？但是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来宣告，主的名是我们一生的依靠，主的名是我们的拯救，主的名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艰困的时候，寻求耶稣的名，依靠耶稣的名，因为靠着耶稣的名，让我们站立得稳。阿们吗？阿们。我想要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诗篇27篇，让我们一起。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感谢主。在我们的生命里，总是会遇到许多的挑战，但主耶稣说，他是光，要照亮我们。主耶稣深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也时时刻刻眷顾我们，看顾我们，爱我们。主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主的爱也深深围绕着我们。谢谢主耶稣，因着你的爱，天父的爱，使我们充满那永不动摇的平安。也因为有你的爱，让我们去温暖和照亮身边的人。也是你给了我们爱，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温度。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同安静心，我们为几项事情来祷告。第一，为我们生命中我们的罪来悔改祷告。第二，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求主来带领。第三，为我们身边有病痛的肢体，为我们自己的健康，献上我们的祷告。第四，我们也为今天教会牧师今天传讲的信息来祷告。让我们一起，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谦卑来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要向你认罪悔改。主，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罪，主，我们的软弱，主，求你来怜悯我们的罪，怜悯我们的软弱。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有完全的自由。主，我们真的是向你呼求，求你来带领我们身边有病痛的肢体。主，我们真的是向你来大大的呼求，求你来医治我们。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加力用在你手里，恳求你看顾保守，带领你家庭成为合神心意的家庭。主，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我们肢体的健康，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带领，求你来医治。主啊，在我们身心软弱的主啊，就求你刚强我们的心；让我们身体有病痛，就求你医治的伸手领导来医治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向你认罪悔改。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罪，有许多的软弱。求主怜悯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也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靠着主你的怜悯，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控告自己，不再过一个控告自己的生命。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也要向你呼求，在我们身边有病痛的肢体，有我们所爱的人正在经历身体的病痛，有我们所在乎的人有心理受伤的。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沮丧，有时候真的会想放弃，有时候我们更是不明白。但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的向你呼求，呼求你的医治大能来医治我们，用你的爱来医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爱，因着主你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身边有病痛的肢体再一次刚强起来，恢复喜乐，充满平安。主耶稣，我们的家庭求你来带领，让我们的家庭充满你的爱，充满喜乐。我们的工作求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一切挑战和考验的时候，你永远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盼望。让我们因着你的盼望，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来依靠你，去成为这世界的光和盐。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献给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好让我们的一生喜乐地跟随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的，阿们。我们邀请会众请站立，让我们一同开口献诗来献给主。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
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土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绝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土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绝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兴起的时候，当我们要开始为主做工的时候，撒旦也在旁边蠢蠢欲动。今天早上我们的音响设备有些问题，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警讯，因为今天是我们幸福小组差派的一个理事，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要做工的时候，撒旦也在旁边蠢蠢欲动，想要来破坏。此时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求主的宝血遮盖，斩断所有仇敌的攻击。我们一起同声开始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向你呼求，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这地，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这个殿中，主啊，求你来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亲爱的天父，主啊，有你同在就有力量，有你同在就有盼望。主啊，这个地方是你的圣所。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主，我们特别恳求你的宝血此时遮盖在我们富强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所有幸福小组的同工都是组长的身上，主啊，恳求你的宝血遮盖，斩断一切仇敌的攻击，看顾保守我们的幸福小组的推动，能够有主你的圣
圣灵的引导，主啊，让我们在所有传福音的事工上面，主你都带领他们能够事半功倍的力气来做主更多主的福音事工。主，我们深信你必斩断所有仇敌的攻击，看顾保守我们所有的同工，所有弟兄姐妹，让他们在传福音的路上，主由你来作伴，我们必不惧怕，我们必不来害惊怕。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恳求你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怀疑，所有的疑虑。主，我们深信，我们必不在世事来所沉沦。主啊，我们必不再迷路，因为我们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主啊，我们恳求你引领我们前进的道路，引领我们传福音的道路。主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求主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哈利路亚！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
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哈利路亚！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行在水面的信心，行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哈利路亚！主，我们知道，虽然道路崎岖，虽然困难险阻在我们的面前，但主，你必为我们挪开。阿们。你必为我们挪开所有的阻拦。阿们。我们要将主你的福音传到全地，传到地极。阿们。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我明白，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让我们一起大声宣告耶稣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
宣告耶稣，你再一次，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阿门。宣告你一直都在，因为你的同在要让大海开出路来，大山为我们挪开。神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属灵的祝福，属灵的征战，一个生命的翻转。主啊，我们来亲近你，就是要得着主同在的力量。神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不受下雨的影响，来到你面前恭敬敬拜，用诗歌赞美，用祷告祈求，也一起领受神话语的浇灌，让我们成为主所培育美好的门徒，为主来征战。感谢你，愿今天的聚会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边被圣灵所触摸，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我们今天要用新的诫命来一起念，来领受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一起同心开口来念。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坐。恭颂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处，以赛亚书43章10到12节，及罗马书1章13到17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以色列人啊，你们是我的证人，我选你们做我的仆人，要使你们认识我，相信我，知道我是唯一的上帝。除了我，没有别的上帝，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唯有我是上主，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我向你们宣告将要发生的事，我来帮助你们。没有一国的神明做过这样的事，你们是我的证人。献诗。罗马书来第二段，罗马书1章13至17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知道，有好几次我计划访问你们，可是总有一些事阻挡，不能成行。我的目的是要在你们当中领人归主，好像在其他外邦人当中。因为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迫切的要把这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将得生命。献诗，本周献诗男诗班献诗的歌曲是《福中加福》。
接下来，我们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夏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做福音大能的证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教会虽然只有一个圣歌队，但是可以变化成不同的组合今天是我们的男诗班用福中加福来献诗来感谢主，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好吗？好，谢谢。因为他们有2堂都服侍啦，所以我要请他们可以先离席，有的要其他的服侍，愿神恩典跟他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有下雨啦不过我们弟兄姐妹都不受阻挡能够顺利来到教会敬拜，但是我们也有人不方便用线上的敬拜希望大家都彼此同得造就。我们在分享主话以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因为你的赐福、你的保守，让我们不受风雨影响来到你主面前。主啊，从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我们要一起学习主你给我们的差派。愿神跟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见证神的大能、祝福以及美好的恩典。也愿你圣灵的力量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让我们知道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做福音大能的证人。那这段经文呢，就是从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以赛亚书43章10节到12节所给我们昭示的。因为以赛亚书在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以色列百姓遇到这个国家的危难，遇到很多很多的征战挑战，所以先知就是奉主的名来对以色列人做一个信心的喊话，也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他说：“以色列人你们是我的证人。”第二段经文就是保罗保罗他所做的福音传福音的热诚的见证，他把自己怎么样传福音的心志，在这段经文有很明白清楚的分享。我们等一下会按照这些经文来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整理那我们就直接跳过来。我们为什么要当上帝的证人呢？我们从以赛亚书43章得到一些很重要的主题。第一个，福音的大能跟权柄是来自耶和华。当我们确信这个前提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因为上帝宣告说：“你们是我的证人，我选你们做我的仆人。”那是一个非常何等重要的宣告，因为我们要当证人不能做伪证，对不对？你无凭无据，你没看见，你说当证人，那在法院上是要被做伪证判刑的我们做一件事情的证人，你不能说道听途说，人家讲什么我听了就胡乱的这个转传我们知道现在网络非常的厉害，你任何的话语都会被截图，或是会被转传正面的变负面的，没有的变有了。尤其现在又遇到大选，哇，半年来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很多事情都是麦克风话语权一抢话认为他所讲的都是对的，他所看的都是对的。但是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因为我们是经历上帝的恩典，
是一个属灵的见证，而不是一个用世俗的东西。所以上帝很慎重的宣告说，你们每一位以色列人都是我的证人，是要让他们知道说，神的大能在他们民族当中展现他的拯救。那怎么说呢？他的目的是要使你们认识我，相信我。这个属灵的工作，以色列人曾经不知道多少次背叛了神啊。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士师记吗？士师记讲的就是一群以色列人那么天真呢那么的一个很容易受骗，然后一直陷落在拜偶像，然后被神所责罚，然后又在悔改，然后又不乖，又重来了。所以以赛亚在这边宣告，不是一个平白无故的宣告，而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你们经历那么多苦楚，而且现在遇到国家的灾难，你们要相信我，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这个是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一再的所做的宣告。他说：“知道我是唯一的上帝，除了我没有别的上帝，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非常明确、精准的。那唯一的神，反倒是会遇到很多不是唯一的挑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只有你是唯一，我不是吗？所以你看邪灵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会挑战你上帝不是唯一的啦，还有别的可以拜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拜金牛然后到迦南地，还有跟随当地人去拜巴力啦、亚斯他路这些神，因为那些神的一个邪灵的工作，会让人家看了会眼目混淆，会觉得神看不见，我去拜这个有帮助哦。那这个世俗的社会就是这一种疑惑、挑战、诱导常常会发生，所以上帝再一次的给他们做提醒。第三个，神要我们确信福音的大能是跟权柄来自上帝。他说：“唯有我是上主，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唯有，那表示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我就是上主，是你们唯一的救主。那所以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再一次从颓丧、失败、被毁坏、被攻击的当中重新站起来，这个是当时的百姓遇到很大的征战的时候一个支撑的力量。然后神给他们应许，他说：“你们要得帮助。”他说：“我向你们宣告将要发生的事，我来帮助你们。没有一国的神做过这样的事，你们是我的证人。”神是要让这一群百姓看见他所做的事，他帮助他们做的事。刚刚我们不是提起了吗？我们一些道听途说的，我们自己随便网络抓资料，那都不是一个亲自证明的事情。你讲出来，有时候会有法律的危险。那更何况说一个民族的事，一个人的生命的事，神的同在、帮助跟力量是亲自经历过的。这经历过就变成神的证人。一个国家被神所拯救，他们百姓就是神的证人。而且他明确的说：“我要帮助你们。”神伸出大能的手来帮助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家庭的生命、一个教会的复兴，是因为我们确信神要为我们将来发生的事负责，而且他要伸出手来帮助。所以我们是宣告神是唯一的神，这是我们一个义务，或是我们一个责任，我们要为他做见证。所以因为这样的证人，我们要看见保罗也同样的为这样救赎的福音来做见证。保罗宣告了福音的大能，在罗马书刚刚读的第2段经文里面，他很清楚的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宣告说，他的目的就是要领人归主。他讲的非常的就像我们一般在跟朋友讲话一样。他说有好几次我计划要访问罗马，但总有一些事阻碍，心志仍迫切要领人归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不气馁，或是锲而不舍，或是觉得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阻碍多，
那不是我的困难，是我心智有没有被受影响。我看到这个有一些是组长就感触很多了。今天我们有7组的幸福小组准备要正式启动，第一堂有4组，我一直以为说是第2堂比较多组，原来第1堂更多，因为他们可能比较好召集哈。那等一下还有3组要来做差派。我们参与过幸福小组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顺顺当当啊，顺顺利利啊，你怎么做心想事成没有啊？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工作，所以阻挡很多，挑战很多，阻碍很多。保罗讲的阻挡，在我们每一个人有心传福音的人都会碰到。明明这个人就临门一脚就会信主了，他到时候退缩了。啊，明明这个 best 受邀，他说好，我今天一定去啊。不过时间快到了，没有出现，因为有可能他遇到脚爪，有困难，或是心思动摇，或是有一些事情被绑住了，就没办法出现。所以，我们越传福音，就会体会到保罗的这种心境，因为神让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一条简单的义路啦。保罗一生就是为了福音而活，他遇到的挑战比我们所遇到的多到没有办法计算，没有办法比较。但是他仍然说，心志仍迫切，要领人归主。而且那种心志迫切领人归主，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那么简单。我们的教会最近这几年是先启动我们社区的宣教，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宣教，我们自己同文同种同文化的宣教。你知道说，保罗他是异文化的宣教，是异国的宣教，是要搭船搭好久，或是走路要走好久的。不同的种族，他仍然说我要心志领人归主。那比起我们现在所做的，它的难度或是挑战是大多了哈。为什么呢？保罗说：“我欠福音的债。”他说：“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保罗一个初心呐。他的心思意念就是说，任何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都是我传福音的对象。传福音是无差别的，没有任何他的条件不适合接受福音，所有人都要，所有人都是我传福音的对象。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你被差派在什么环境，那一个环境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有人是在公家机关，有人是在私人的企业，有人是在机构，有人在学校，有人是在做生意。神把你摆在那边，你就看见说，你所接触的这一群人，就是你福音的债。保罗为什么要讲说福音的债？债是什么？我们知道现代人因为整个金融系统、银行体系说没有欠债的人很少了，因为这合理的因为比如我要做事业，我要买房子，一定要有在借贷，然后银行，然后付款。但是我们台湾人很早就有这种观念，觉得说欠债就是有点不舒服，所以尽量能够越早还钱越好甚至我们台湾的习俗说，这个欠钱不能欠过年，对不对欠钱不可以过家呢，好赶快把钱偿还。我们都有那种心境啦除非说是诈骗集团或是那个吸金的，或是存心要诈骗的，不然的话，我们心中一般的人都认为说，欠的债能够尽量还清最好我跟银行的贷款能够早1个月还也好我们都是这种心境的。所以保罗说我欠福音的债，是他一种属灵的债，他也不欠谁但是他就认为，我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要传福音，就是为了让更多人领受这样的祝福，把它当成欠债的心境，那是保罗传福音的心态。而且他对福音是完完全全的一种自信跟
信任，或是说他有这样的确信，他不以福音为耻。说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我们都知道，保罗就把福音看成一个他最棒、没有替代性的商品的意思。我亲自领受，我亲自介绍，没有任何疑虑。那这样才是有自信的。我们知道现在广告的环境太厉害了，很多人在介绍什么产品，对不对？啊，很多在电视上做什么代言人，他都会讲一句话，他说：“我用过，所以很好用，才介绍给你。”啊，这是虽然是话术，但是这句话就表示说，我是亲自体验到了。那更何况我们是宣扬的是唯一的上帝，福音是一个给世界众人的好消息。所以保罗这样的自信，因为他明白，他认识神，他知道这个不传给别人太可惜了，所以不以福音为耻。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对福音这样的确信呢？你要更认识圣经，你要更确信去了解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为什么要推动幸福小组？等一下我们会更详细来说明。但是一个很重点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要更明白圣经，对不对？我要怎么让人家听的人会觉得你讲的很棒，我要听看看。那这个不是在操练你吗？不然的话，你如果用想的，或是没有传，你就没有去操练到。第四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为什么要那么积极的传福音？是因为他觉得因信得生命。第14节这样提起说，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将得生命。所以我把福音介绍给一个人，我把福音传扬给我的亲人、朋友、同事、我的邻居，不是好像为了得到什么业绩了，不是，是因为我觉得他起于信，止于信，而且他要得生命，他要跟神建立关系。我把他引介到一个万有独一的神，我把他介绍给神，我把他让他跟神建立关系。这个是你一生的使命。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你一生所做最伟大的事情，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宣教师，还有那么多传福音人，他们说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因为传福音人从来没有人说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那个好像有点抵触，对不对？我就为自己的轻省，我为自己的利益，我自己的口袋的钱，我就不会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总是撩起你的看鬼。那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那句话所说的，因为有看不见的价值，就是生命的价值。这个生命得拯救的价值，超越我世间一切俗世所有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一次唤起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福音大能的见证人。今天我们有第6期幸福小组，有7个小组要正式展开一两个月的服事，有的挑不同的日期，因为10月份11月份有很多连续假那一类的，所以他们都挑了适合的日期。刚我提起了，举办幸福小组不是唯一的道路，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没有举办不会比有举办更有多好处。因为幸福小组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我们可以以这几点来做一个解说。为什么要办幸福？因为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发现在一个幸福小组里面，才发现说，大家一群人，他的恩赐就是不一样。有人很有亲和力，很容易跟我们的贝斯打成一片；有人比较拘谨，但是他很会带诗歌哇，他的诗歌很有恩膏，对不对？有的人一看就是一个容易跟人家带动的人，所以他就会带那个破冰一带起来就整个气氛都非常的和睦了。那有人会讲信仰的道理、福音的道理，非常有条理，非常有逻辑，容易打动人。所以
幸福小组就是等于是一个组合起来的一个团队征战。我们都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运动，对不对？你有的人喜欢看桌球、羽毛球、网球，有人喜欢看篮球、排球或是棒球。我们发现说，有的是单人自己打，对不对？我打桌球，我一个人打，我自己要控制场面。有的是团体的，哇，那就学问太大了橄榄球啦、篮球啦、棒球啦、排球这些，哇，那个一个教练要运筹帷幄，真的不简单。谁负责守什么位置？哇，真的是一个学问呢。当然更大的商机，对不对？那我们的幸福小组就是要让一群组合，他把他最大的那个恩赐发挥出来，在副长的领导之下，把成全圣徒这句话落实在幸福小组里面。第二个，我们都说传福音口头好讲，但是你真正在第一现场，面对一个 base 的，面对一个可能对基督教有排斥的人，你怎么样让他愿意听你讲？那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操练。我们在上幸福小组的一个研习课程的时候，它有一个原则是说，我们不要把传福音好像当成一个随随便便、轻轻菜菜的事，要把它当专业来用。就好像你要卖一样东西、一个产品你总是要操练得很好，你要讲的让人家觉得你讲的是对的，是真的所以传福音也要专业，就是被操练。所以幸福小组就是一种团体的操练训练传福音的恩赐。你知道传福音口头讲，那念一念、讲一讲，好像是很简单，但其实你是用整个生命在传。因为人为什么要听你这些话？尤其是信仰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你怎么样让人家觉得说你讲的我要听看看？要有圣灵的工作，要有传福音的专业所以这个是我们幸福小组所进行当中一个重要的观点。第三个，因为它是团队的分工合作，所以会形成一个美好的整体侍奉。因为缺一不可，漏掉一个就觉得好像哪一点失掉了。而且更重要是因为它一个属灵的氛围。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把它懒懒散散、轻轻菜菜有当没有的，你会发现说这个小组里面就有破口。那神会运用这个团体来操练一个整体的力量，发现好像一个团队在打球一样，哇，不能有漏口。我们在看棒球，对不对？哇，那个投手投的再怎么好那个外野手接不到那就不得了了就崩盘了，你知道吗？原来是一个好的球会封杀或是会接杀因为你球掉了，哇，整体都分数掉很多。所以我们的幸福小组就这样的功能。当然最重要是因为我们透过整团体的服事，同心合一，活出人生的使命，而且对他人的生命转变有贡献，是为了要拯救灵魂。这灵魂是所有一切世间的价值无法超越的。当我们建立这样的呼召，一个领受，把它当成一个使命来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福音的大证人，因为你亲自经历到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宣告，成为他的证人，并认识他，更相信他是唯一的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们来教会做礼拜、参加礼拜，不是参加一个活动、一个团体一起欣赏一个美好的节目，不是，是因为你要一直经历它，然后去触摸到、去经历到上帝的拯救，他是唯一的神。你有这样的确信，你要的宣告，你让你明白，你这样做福音的证人才有力量。第二个，我们要学习保罗传福音的热忱，他以欠债的心催促福音的行动，而且他不以福音为耻了。我们都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从事传销的工作，你如果怕害羞，那就不用当了害羞就被人家讲一句话，你就说不出话来。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那个商业杂志讲说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非常什么
什么黄金的这个传销人员，因为他也曾经非常落惨啊，只能被人家讲一句话，他就脸都红起来的。但是他就突破，到最后用他的诚恳，用他的一个认真，让人家来确信他所推动的产品。那我们基督徒更是如此啊！你如果以福音为耻，你觉得传福音是一个很丢脸、很害羞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在台湾这一种异文化的环境，你一旦没有自信，那已经输一半了。弟兄姐妹，上帝说你要去经历他，你要认识他，你要清楚明白的讲说，我所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大能的神。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我在礼拜三刚好碰到了一个聚会，就是一些牧者他们组织的，在台南地方组织一个叫做加尔文的读书会，就大家想要一起研究我们长老教会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他是在瑞士倡导这个宗教改革，后来这500年才有长老教会。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学生，就是叫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克斯，他就是从当时的苏格兰来到瑞士，跟随加尔文一起来做宗教改革后来他回到在苏格兰就创立了长老教会。你知道，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消息新闻你知道英国是国教是什么？是圣公会，对不对？当时你信长老教会是要杀头的嘞。你们会看到苏格兰为什么跟英格兰以前是常常在打仗，对不对？就是很多故事，你可以去了解说，光同样信耶稣，不同的教派就是打仗的事情。好了，那这个加尔文学就是为了要认识说，加尔文他的学说、他的神学到底对长老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一次呢，是我会去参加，因为有一位台湾出生的长老教会出生的姐妹，这个叫做陈韵如姐妹她的英文叫 Jenny 她怎么样呢？她来分享她去追踪这些150年前来到台湾的宣教师的故事。她讲得非常感动，因为第一个她是台湾人第二个她是长老教会出身的，她对台语很流利。但她到英国去发现说，原来当初来台湾传福音的这些宣教师，都是从他所居住的爱丁堡，就是苏格兰的首都了还包括一个更大的城市叫格拉斯哥。哇，那个时候格拉斯哥是当时那个时代全世界第3大城伦敦、纽约就是格拉斯哥，可见那个辉煌然后那一群优秀的宣教师是150年前来到台湾传福音的，而且他注重的角度，因为她是女生他想说，我们一直谈玛雅各、谈巴克里、谈甘维林，好像都是男生的事。他发现说，那些女宣教师做的事情不输于男生他就去追踪这些事情。她嫁给苏格兰人所以变成苏格兰的媳妇了。他就开始追根究底去对150年的这些宣教师，而且他后来被邀请，因为他写了绘本，然后用英文介绍当时的宣教师怎么样来台湾传福音，所以连爱丁堡的市政府都对他印象深刻。你看一个小女生她说才40几岁她就是锲而不舍，变成有一点类似台南跟苏格兰一种联络人就对了她真的是这样做她爱丁堡的市长还是他的粉丝他拿他的书来读，而且他还鼓励爱丁堡跟台南市缔结姐妹市因为爱丁堡就是苏格兰首都传福音的这一些所有的宣教师是从爱丁堡被差派过来的。好，那爱丁堡的市议会呢，曾经在今年3月来访问台南还跟我们的刘院长、新楼医院院长见面，还来拜访市政府跟市长，还有我们神学院来见面。那就是表示说，她真的是一个小女生，也没有什么背景，
竟然能够做到这些事情。他在讲他的故事了哈。不过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他为了把这些故事把它发掘出来，他用很多心血。因为这些150年的故事，尤其是女宣教士的故事，已经被埋在什么就是档案馆里面呐，哈，或是在墓园呐，他怎么样去把它挖掘出来？那故事很精彩。你看他用了一个 logo 哈，正面看是台湾，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倒下来变成苏格兰跟台湾的英文字，看得出来吗？好，横的就是苏格兰还有台湾哈，中间那个颜色就是苏格兰裙的颜色嘛，他们的苏格兰的颜色。好，他用这种方式来推动，他很用心去请人家帮忙绘图，他来写，用英文写，用白话字台湾话写，也让只会看中文的教会人写。他写了2本绘本，一本是在介绍李修牧师娘，叫伊莱莎，她是我们台湾第一位宣教牧师。你知道第一位宣教师是马雅各医师嘛？他第一个牧师就是李修，而且这位李修牧师后来得了热病，在台湾过世。然后他的儿子也得病过世了，剩下伊莱莎，但是他能努力在这边传福音。先生过世了嘛，他就被差派当女宣教师，我们的长荣女中的创始人之一。然后第二个，他又发掘出一个更重大的故事，就是宋中间牧师娘，她叫宋伊丽莎白医生哈。这2本是绘本哈，一个是 Eliza， 一个是 Elizabeth。然后他用英文、台文、华文把这些故事介绍给苏格兰人，因为苏格兰人他也不知道150年前他们的祖先做过这些事啊。那台湾也给这些小朋友会读中文的，特别他很注重把它弄成白话文哈，白话字你就会读罗马拼音，你就知道台湾话怎么说哈。好，他介绍了这位宋中间牧师娘。你听到他的故事，发现说哇不得了！我们在台湾在150，应该不是150了，应该130-140年前，他是第2阶段来的宣教师。我们在2015年，我们麻豆的新楼医院有一个大楼盖好了，在10楼马雅各纪念道10楼的礼拜堂，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宋伊丽莎白纪念礼拜堂。为什么会纪念呢？一个医院会纪念一个100多年前来的宣教师呢？原来这位宋伊丽莎白医师，她是苏格兰头一位当地头一位3重医学学位的女医师。当然，他们当时认定的学位，就是我们相当于现在她拿到了内科、外科跟药师的3重的资格认证。我们也知道，现在台湾的医疗已经分到非常细了，对不对？哪有说我是内科医师，一定是什么内科的什么科，都弄得很细哈。外科更不用讲，但是他当时的分科已经把3种重要的医学的资格都拿到了，但是他不在自己的家乡开业，他女医师又是那么样的优秀，等于是学霸的意思啦。他竟然单身现身说我要到远东，他也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就搭船过来了。他说我是一个女医师，他听到前面的宣教士讲说，当时台湾民风很保守，女生有生病，她不敢给男生看男医师看他就说我是一个女医师，一定可以帮助人。所以他在1891年来台湾宣教，然后因为单身嘛，所以来到台湾刚好有一位牧师叫做宋中间，他就在1892年跟这位宋中间牧师在香港，因为你知道香港是那个英国的殖民地嘛，他们可以报户口那一类的就到那边度蜜月，那回来。然后他结婚就是为了要一起宣教，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女医师，医术精良，深得妇女患者的信赖，特别是妇产科有她的帮忙，很多姐妹感动。这位是宋中间牧师。以前我们
比较容易记住宋中坚牧师，因为他是跟巴克里牧师就神学院院长，当时是拯救了台南人命运的一个牧师。这个故事你们应该听得到。1895年10月20号，巴克里、宋中坚牧师他们被台南的士绅拜托要求出南门，我们台南府城的南门，去到那个二重溪那边在那边去跟当时的日本的军队的首领叫做乃木将军见面。那二仁溪的不是二重溪，二仁溪，然后跟他讲说，我们台南市，我们所有的街道，我们的百姓，希望你不要用武力来攻击，我们不会做任何的反抗，但是请保守我们的生命跟财产。因为这种事情跟着敌人讲和是很漏气的事啊，所以如果台湾人出去，那一定会被抓成汉奸，对不对？但是已经生命交关了，你抵抗就是全部毁灭，整个城被烧掉。所以宋中坚牧师跟巴克尼牧师做了这个不得已的使命了，因为这吃力不讨好嘛。那果然，当时整个台南都一针一线都没有被损坏。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台南市会每一年的10月20号会纪念巴克里。为什么会有巴克里公园？都是这个故事来的。它不只是来传福音，而是跟我们台南的整个命运有关的。好，那所以宋中坚牧师是那么样的有名，所以当然很多故事在讲他。然后这位陈运竹姐姐就说：“他的太太也很厉害，为什么不介绍？”所以他才会写那个绘本哈。你看，这位是宋伊丽莎白，她年轻，非常年轻，1901年就过世了。1901年就过世，才30几岁。她跟宋中坚牧师结婚，就一边传福音，已经怀孕了，还是到处跑。她跑到哪里呢？跑到小琉球。现在不是最近开放观光吗？小琉球一大堆人去啊。她那个时候就去那边传福音了，已经是满月了，就是她的怀孕已经足月了，竟然就在小琉球生下她的长女大女儿。所以呢，她的大女儿在小琉球出生了，所以她就用当时外国人在称小琉球叫 Long Bay 用她的名字当成她英文的名字的中间名字啦。你看多有趣她在台湾工作9年，不是她不愿意做，因为她33岁就过世了，照顾了数以万计的患者，特别是这些妇女这个是她的女儿，看起来照片当然比妈妈老但其实是后来照的。她的女儿就是这个用琉球来取名的这些女儿，后来接续她的医疗工作，她叫做护理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台湾就是一个瘴疠之地外国人来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啦，不是什么原住民的攻击啦，就是蚊虫，就是疟疾。这位宋医师娘，她就是宋医师，她就在有一次要去木栅，就我们的内门乡，高雄内门乡那边，走山路我们现在3号公路有没有？走山路过去，就是又感染病倒了。大家又把他抬回来到我们台南府城，但是当时已经有日本人的医生了，也在这边帮他治疗，2个医生，一个安医师，一个是日本人的医师，给他尽力治疗，但是没想到他在1901年就不到33岁就在新楼医院病逝，留下宋中坚和他的3个可爱的小孩。这张照片是宋中坚牧师跟3个小孩照相，但是看起来那个时候照相是很困难的事，对不对但是没有笑容，因为当时就是他的太太已经过世了，他不得已带着这3个小孩，你看那些树啦、叶子都乱乱的，对不对？他就是为了要带这3个小孩回去苏格兰，让他的家人帮忙照顾，他好回来再继续传福音。你看当时的环境是多大的困难，我们可以体会。保罗更不用讲了，但是他们就是愿意为主
来宣扬福音，这种心智。所以2天后，他就在新楼医院跟长荣中学各举办了追思礼拜。这位33岁的漂亮年轻的女医师就死在台南，也葬在台南。当时我看到一张，你们说 Google 应该可以查到，你叫宋伊丽莎白就会看得到。她当时出殡的时候，一大队的人跟在后面，他们到北门的公墓，在现在的哪里？是最近拆掉的开元路桥。那个时候，当时是台南市郊的公墓啦。那后来日本人为了开发，对不对？铁路盖下去了，开发把那些墓都迁走了。还有迁到哪里呢？宋医师的墓，他的骨骸就被迁到我们现在的南山公墓，在我们现在这个飞机跑道的前面北边哈。现在我们不是有基督教公墓吗？这些宣教士的墓都放在里面，所以很多历史的学生或是我们的基督徒都会跑到墓园去参观，是为了看这些宣教士，或是怀念他们呐。那这个故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那这个现在是新做的墓哈，做得很漂亮，是因为它已经迁到台南的公墓了。弟兄姐妹，我们一旦领受这样的呼召，期待我们也一起看见前人的他们的努力，我们也一起来呼召富强人的使命。我们积极传福音，领人归主，成为富强50金喜年。我们知道喜年就是50，就是一个金喜年，一个大的喜年。我们教会要迎接50周年，我们希望能够带领更多人信主，领更多人来归主，成就更多的灵魂来献给上帝。前2天我看到一本，我们台南在安平那边有一个湖美教会他们有出了一本见证集是他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特别很多人抄箴言的见证。我们不是很多弟兄姐妹抄完箴言书吗？很多神迹奇事在他身上，所以呢，他们就写了一些见证我得到了一本我们的烟花姐妹她去为他们奉献拿了好多本回来放在我们的心灵转角或是在祷告室我看到他们的牧师就是潘雪云牧师他写了一段前言他说我们湖美教会希望能成为一间救生艇的教会。你知道救生艇什么意思？就是努力的看到有人跌到水里面我要救生艇去把他救回来，叫抢救灵魂。弟兄姐妹，我们也期待我们富强人这样的使命，不是因为牧师常常讲好像比较重要，是因为上帝这么讲，我们不做不行了。保罗传福音的在而且他不以福音为耻，他总要得到一些人。他3番2次就是要到罗马去，虽然遇到阻碍，但是我们的信心还是要传福音。这样的心智，我们要借由这一次，我们有7组的幸福小组，他们要领受这样的使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示范那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这个短歌诗歌，在唱的时候呢，我们要邀请我们还有3个组要到前面来做一个差派的祷告我们的宝贝幸福保罗牧区的辅长是李慈宝老师，第2组是祈愿幸福，是我们基甸牧区的，也是张志奇辅长因为他出国比赛了我们有同工，你们组员也能够出来一起来做宣告。第3个小组是我们的子兰执事当辅长约书亚牧区的幸福下午茶，你们组员都出来我们到前面来做一个宣告跟差派，还有祝福，好不好？我们来坐着唱这首诗歌，献上自己为祭。有同工组有麦克风可以帮忙一起带一起来唱，来一起唱。献上自己为，在唱诗的时候，就走到前面来，面向讲台。你灵火熊熊来分，没有看到中间一起，每一组在一起
最的情，迈开征战步伐。这边也可以啊，这边也可以，来左边。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花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到他的帐幕，我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使他们的灵魂，愿你荣耀得着的降临。让我们重建，让我们重建大卫大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先做点名的动作，然后我们这样看前面好了，一起做祷告哈。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看我们这边的荧幕哈。我们第一组是宝贝幸福在哪边？举手一下。来，宝贝幸福。来，下一组是祈愿幸福，年轻人代表祈愿幸福。第三个小组是我们的幸福下午茶，改成什么？幸福下午茶是他们的户名啊，还是只愿？他们已经这个商标不能被人家抢去，只愿幸福哈。好，我们现在先请大家先看我们这个祷告词哈。当你说我的时候，你们用小组的名称、幸福小组的名称，或是你自己的名字啊，这样好不好？一起讲你们的幸福小组的名称好不好？预备，来，我愿接受上帝的命令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幸福小组、福音事工。我要遵从主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尽心主力传福音，抢救灵魂。我要遵守教会的规范，与幸福小组、辅长、组员同工，同心合一传福音，求圣灵动工，感动每一位慕道来接受福音。愿上帝亲自保守，阿们。感谢主。他们介绍之外，他们要有队呼的哈，准备好要来队呼。我来介绍，你们就准备做队呼哈。来，第一组是谁呢？宝贝幸福慈宝辅长是我们的保罗牧区，你们站到中间来好了啦，这样比较正式一点。我们同工可以稍微侧身，对，好，你们到前面来。他们要读他们的一个队呼哦哈。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宝贝幸福。好，预备。拍手，拍手，拍手。好。很棒的队呼了哈！牧师要做一个说明哦，你们以为好像他在玩游戏，不是？因为这个队呼是要针对我们的 base 的，让他们觉得说很亲切，就很轻松，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幸福小组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愿意来参加哈。来，第二组是我们的祈愿幸福，你们也有队呼哦哈，不简单，我们的志奇哈，他国家代表队出国比赛。还没回来哦，回来了没？还没。所以由我们的区长，我们的李伟区长带我们4位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同工。好，把时间交给你们来做队呼。祈愿幸福，祝你幸福，不再哭哭，为你恩典之路。哇，这个句子很漂亮哈，而且还有押韵呢，真的不简单啊！
我们特别要为基甸牧区祷告。他们第一期有出过一次，后来又这一组，他们愿意走出来而且是很多是年轻新朋友我们要为他们祝福祷告。我们赶快拍手一下，来，再来就是我们老牌的只愿幸福了。来，你们站到中间的可以吗？你们也要对付好，没关系，站到中间来，这样拍照起来才感觉到很完整来。你幸福，我幸福，进入得人如得鱼。拍手鼓励一下。来，在中间来，站到中间来，我们想为他们祝福祷告我们小组员都可以到前面来。感谢主，我们虽然传福音不是简单的事，但是有一群人愿意被摆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谢天父上帝，我们将这一群幸福小组的同工、副长、区长以及小组员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知道在台湾传福音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就是为了要得人。主啊，求你感动每一位小组还有小组员，运用他们平常跟人相处和睦一起分享的一个恩典，邀请更多的我们的 base 的来到主面前。主啊，不是人的言辞多么的美好，或是我们的安排我们的节目多么精彩，而是因为神要亲自感动他们，让他们灵魂被触动了，被触摸了，温暖了，所以愿意敞开心胸来接受主。主啊，这不是一条易路，不是简单的路，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你是唯一的神，你要出手来帮助我们，是不是勇敢向前迈进？因为我们要从这样建立一个门徒的一个使命，门徒的恩典。感谢主，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虽然不在小组里面，但是我们用守望的祷告，看见神的神迹奇事在这个小组运行当中来产生。感谢赞美主，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热情的拍手一下，谢谢。好，我们请回座，请回座，感谢主。好，我们一起先来做奉献，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
会众请坐。我们现在来攻读本月的金句，请看周报最后面。腓立比书4章6节，我们一起来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杠精，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腓立比书4章6节。报告翻开第2页。下礼拜服事的同工，主理是周秀云牧师，司理是陈秋怡执事。以下的同工也请预备心。翻开周报第4页。本会今日9月10号已经举办第6期幸福小组的祝福差派礼。第2点，本会下主日9月17号召开第3季的长职联席会议，请服事的请长老、执事还有服事团队的首长都预备心参加。下主日9月17号为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本会也预定9月24号是教育事工主日学的主日，当天会曾瑞平牧师主理，也会主日学的学生、师生一起参加礼拜的服事，请为9月24号的主日学事工的推动顺利带导。以下奖学金的申请到今天，其他的报告还有门徒培育的施工这个部分，我们再自己参阅。那翻开第6页，第2点那边有收年部举办50周年的以上特殊的表扬，在10月21号会在台南大饭店举行。以上关怀代祷的事项也请会有自行参阅，也为病痛的兄弟姐妹医治代祷。以上，请牧师做补充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虽然下雨天，但是我们有新朋友来，很感动哈。我们来欢迎新朋友马凤欣姐妹，马凤欣姐妹在哪边？欢迎你来鼓励拍手拍手拍手。右西的朋友对不对？欢迎你哦。她本身已经是基督徒了哈。好，也不是明志教会的姐妹，欢迎你，请坐。欢迎常常来。另外一位是曾婉婷，婉婷姐妹在哪边？曾婉婷，欢迎你，欢迎你，好，谢谢你，欢迎曾婉婷姐妹，欢迎你来，愿上帝跟你同在哈，感谢主。我来做1、2点补充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虽然是幸福小组是要有一个团队嘛哈，所以要组成不简单，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传福音只有你们小组的事，跟我无关。第一个为他们做祷告，第二个。我们其他没有组成幸福小组的，你们可以运用你们的时间哈。我们特别是在感恩节啦、圣诞节举办福音茶会，等于是单次的幸福小组的意思。你们也可以用这样来申请教会的一个费用的来协助哈。就是说，你如果是邀 base 的来的，这个活动就是单一次的幸福小组的意思，可以跟教会报备哈。来做支援这样子，当然个别的带领的也很多个别的传福音或是福音讲述啦，都是很好的传福音的模式。可是我们用团队来尝试来操练就对了第二个，下个礼拜是长职会，还有包括我们的服事首长的会议请大家时间安排起来我们能够顺利来开会，在下午1点半在2楼有资料要报告，有消息要报告，有那个事工要报告，请交给谢婉干事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个补充，就是我们有人订购那个公报社的那个明年的那个周历手册我们要截止的，因为要订看几本。要烫金所以如果有人有需要，可以到我们的办公室登记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始要统计然后去跟那个公报社来订购那还有2个
额外的事情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次如果遇到有下雨的礼拜天哈，我们教会会增加很多东西，就是雨伞就留在1楼的事务招领那个雨伞不是那个什么公用伞不好的伞，有的是什么抗 UV 的，哇，非常漂亮。为什么奇怪？为什么丢掉有人没有去找很可惜啦。我们也不能随便乱丢当然有人会借用过去，但是如果说你丢的雨伞去领回来领回去，最好如果说拿出来外面的公用的，你要贴一下你的名字，会比较安全，人家会找得到你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水杯，我们的保温杯，很漂亮的保温杯都会留在这里当然有的人会马上打电话说，牧师或是我们干事，你帮我保留一下，或者在哪个位置帮我收起来。但是有的人就放在那边所以我们楼下一大堆这个再久久提醒一次啦如果你有东西丢了也已经有跟你报告过你没有来领，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把它当成二手货卖出，不是卖了，是送给别人的真的还是很新很好用的东西。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有弟兄姐妹跟那个我们教会王长老王信德长老他们很熟悉，有报名要参加下午的黄胜富牧师在东陵教会的就任式第2堂应该人比较少，因为比较不熟了不过如果你要参加有报名的他们在长荣女中有停车场开放如果下雨开车过去比较方便可以去参加当然骑机车如果没有下雨骑机车是最方便，就是在那个长荣路跟东陵路的交叉口这样而已我们做这样的补充。我们等一下还是有那个爱心午餐那下雨天就不用出去了，大家一起在楼下一起分享感谢主。来，颂龙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龙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请牧师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恩典跟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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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我们来默祷闭会。今天第2堂的主日到此结束，会众请互相请安问好，也祝大家平安喜乐。